大家好，我係 4D 班陳卓峰。今日我係代表生物科進行好書推介。今日好書推介要介紹嘅書籍係《10萬個為什麼醫學》。10萬個為什麼係經典嘅科普讀物，係幾代青年科學家嘅啟蒙書。為咗緊貼社會科技嘅發展，探索最熱門嘅議題，推出咗全新嘅新視野版，由700幾位來自世界各地唔同領域嘅科學家同埋科普作家重新編寫，內容涵蓋全球最新議題同埋科技發展，並且加入更加多跨學科同埋本地元素，令讀者將科學知識融入唔同學科同埋日常生活之中。10萬個為什麼醫學涵蓋面廣泛，收錄咗全球最新嘅科學技術、熱點知識同埋熱門議題。例如內容有：點解人體左右會唔對稱？人嘅食慾喺邊一度嚟？近視同遠視會唔會同時出現呢？點解精子會同卵子相遇？點解一個受精卵會長成一個完整嘅人呢？除咗男女，仲有冇第三性別呢？呢一本書會一一為你解答。呢一本書亦都加入咗一啲小欄目，提供相關嘅延伸知識、科學家生平同埋事蹟，並且提供可以喺生活中進行嘅小實驗同埋研習活動，引導同埋啟發讀者積極探索。此外，呢一本書仲有珍貴嘅彩色圖片，圖文並茂，增添閱讀嘅樂趣。所以我哋極力推薦呢一本書。如果同學對醫學有興趣，就一定唔好錯過啦。